甜这种地属感情的成分。有风声讲，亲民党要争取瓜分替代亚因这支看板，宋楚瑜主席则配合做副手，讲安尼对双边拢有利。专门咧替人用网络叫车的 Uber， 昨竟然伫美国纽约宣布讲，即马连直升机因也有在调叫。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制署顶日接到美国、加拿大发布的消息，讲一寡化妆品内底有掺着石棉这种的地属感情的成分。结果查落去，才发觉讲其中有5款是台湾生产代工的。因赶紧要求讲摆伫市面爱先回收。今日宣布讲，若阁查到这款有订单的化妆品，还阁伫咧店头咧销，相当会当罚到500万。就是这间伫台南市的生物科技公司，工厂生产的保养彩妆等等化妆品，专门以代工外销为主。不过，刷被验出有5款化妆品，敢若有含着致癌的成分，互咱国食药署要求爱随启动有风险落架。106年就已经停产了，可是因为它还在这个产品的效期里面，所以说我们也怕说它要是有一些人从欧美带回来这些化妆品，我们也会在市面上来加强一个稽查。食药署表示，进前接到美国和加拿大国际化妆品的警讯，发现台湾代工制作的5款化妆品，包括眼影、粉顶、彩妆和修容盘等5项化妆品，敢若有含着化妆品禁用的石棉成分。因为石棉是属于一级致癌物，那长期使用也是接触到，恐惊有致癌的风险。前4项产品的部分呢是没有到国内来流通，那最后1项产品疑似有在国内流通，所以呢我们请所辖的卫生局已经着手来进行调查。吸入会导致这个肺部的这个间皮细胞瘤，还有这个肺癌，还有失眠肺症。那另外皮肤接触也有人认为可能会有啦。食药署强调讲，已经委请地方卫生局进行调查，了解石棉是对倒位来的，以及问题化妆品是毋是有流入美国来市场等等。一旦发现违规的产品伫咧台湾卖，将会依法罚2万至500万的罚款。嘛提醒民众，若是有对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买到有问题的产品，就要随停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讲，因为去年普悠玛冰车的事件所致，台湾铁路局现时伫咧普悠玛甲达鲁古这2款新型的快车面顶，历时是有配给2个驾驶。不过因为车顶咧用的 ATP， 就是电脑远方监看的系统，已经真好势咯，所以代替有按算讲要恢复派一个驾驶就好。总是风声一个出来尔，交通部长林佳龙就只是讲，暂时还阁唔通减卡手。去年10月，普悠玛冰车造成严重的伤亡。为着要加强行车安全，交通部要求普悠玛和泰鲁国号等新竹用户采取相当程序。进前线传出，因为 ATP 系统相关的配套已经完善，代替按算下个月初要取消的是相当程序制度，并且要伫这个月底报交通部核准。不过交通部紧急划停。人都会有疲劳，你意想不到的意外。当然有2位肯定安全要多很多啦。以司机比较多来讲的话，会相对安全一点。但是如果说那种铁路设计，它开多少、时速多少的话，也会影响到安全。对，我觉得多少会有帮助到啊，但是其他也要改善会比较好。地铁局表示，依照现阶段相当程序执行的情形 ，ATP 强化以及司机员人力运用等等层面进行内部综合检讨。原则上计划要取消的是时代相当程序措施，但是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应该要一步一步来，滚动检讨，这类问题嘛应该要纳入做会见上改善。这个东西是正在测试，那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在普悠玛太鲁阁装设完成。那既然台铁局之前说，这个普悠玛太鲁阁应该要双人乘务，但是却在实际装设新的系统之前就取消双人乘务，那我们觉得这个逻辑上是有很矛盾的地方。代替产业工会认为，整体的技术系统的改良确实有伊的必要性，但是人力缺口的补助的问题更加是袂当等。代替是表示已经接受到交通部长的指示，搁伫咧研究当中，其他无方便透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央航空的罢工事尾还佫落站。顶日有一个姓朱的飞机长伫网络面顶讲，若是反对罢工的人客来坐飞机，食食一定要加味来甲款待。实在讲这个话是真不当。中央已经将伊记过免职。佮另外一个空服人员郭小姐有伫赖呛讲，迄批评因罢工的飞机驾驶食食嘛是爱加味啊。中央也已经将伊调去做地勤。
第一时间跳出来替过小姐背回，讲是别人食伊的名黑白讲的空服人员纪律工会，今日早起嘛出来回失礼了。空服员工会干部徛几排向大众行礼回失礼，中营罢工结束，但是落雨的风波阁也未煞。进前工会内部赖群组伫话记录外流，工会干部郭志恩铺文章讲要伫技师的主餐内面加料，第一时间工会出面否认，讲是互人偷用笑话。但是，就伫咧中营以非案的理由报警了后，郭志恩随承认讲是本人的发言，外界质疑工会无经过查证，讲法反其原道。工会当时选择紧急接受联访。主要也是因为不希望社会大众误为霸凌是工会决议的方针。社会大众承诺工会将朝爱、包容、尊重与沟通的4大原则修补牢牢关系。工会甲社会大众回失礼，承认讲无善尽调查的责任，会尊重公司内部的调查。若是过指引工会理事的身份，工会暂时未处理，但是强调罢工结束已经和公司签署和平协议，嘛呼吁劳资双方爱认真落来修复关系。早起过指引无出席记者会，是由工会代替念声明。过指引改调地勤接受中营的调查当中。在私人的群组页上比较情绪上的聊天发言，然后其实在工作上没有人会轻易的去让把自己置身于那个违法的状况。另外，有一名中营的技师伫咧社群网络放话讲要加料，拜2号中营航空技能大国免职。对这点，技师工会嘛发出声明表示，公司以破坏非案、减损公司形象的理由，剥夺工作权，违反比例原则。技师工会已经全力协助当事人，伫咧14天内进行申诉救济，等后续再次调查，嘛提醒会员避免激化内部的对立。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有关是桃园地劳工团体的消息，桃园市议员王浩宇顶日质问桃园市产业总工会，讲因也要食也要掠，带人去抗议市政府，甲市政府请经费出国佚佗。今日早起，这个工会就徛出来，呛讲民意代表唔通靠这个共抹黑的步数咧得名声，嘛要求市政府身为主管机关，议员咧讲的都若无影，恁就爱替阮工会讲公道话，唔才对。陶市府出面说明。针对通知议员王浩宇进行这期通知产业总工会，那向市府抗议，拿提补助出国佚佗，甲去年办娱乐活动，替当时市长候选人做媒体宣传，引发通知产业总工会不满，车在到树头前抗议，指控民代要用这种方式抹黑出名。当时的市长跟市长候选人以及当时的议员候选人都到场，而且这个活动就是桃园市劳动局的补助活动，请问这个有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没有问题，为什么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单独有问题？作为直辖市议员，监督市府的预算执行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哦。对于陶产总这种一面要抗议市府是财团打手，一面又要跟市府要钱的行为哦，我认为不是很妥当。王浩宇回应通知产业总工会去年用市府预算办活动，开始邀请特定候选人参与宣传，以及议员监督预算执行是当然的。针对争议，劳动局嘛出面说明，尊重议员监督预算执行的权责，强调去年办理到日本考察工会组织个职安卫生活动符合规定。邀请了14个工会团体一起去参加，那其中也包含我们陶市产总的会员。那这个参访的活动都是依预算跟计划来办理，所以都是符合规定这样。主管机关是不是要有一致标准？对工会要求市府讲话清楚，补助要有一定的标准。劳动局强调，依照规定审查甲核销，嘛讲到通知产业总工会是独立自主的团体，若是外界对通知产业总工会活动有疑虑，工会有责任对外界讲话清楚，唔是到市府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讲今年4月，新德县一间真出名的半导体设备的制造厂，去内面一个姓陈的员工破解研发部门的电脑密码，入去公司的资料库掠真侪秘密的技术资料转去。公司有报案，佮要求要以现行犯来处理。不过警方将伊带转去侦办的时阵，煞互伊逃走出去。公司这边面是烦恼讲，若是这秘密资料漏泄出去，损失是几50亿。都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细陈的前员工，趁公司下班的时阵，较无人过门，行入去厂区内底，用刀仔甲铁布刮开，入去车内底，甲当初时印好的资料藏落黑色的牌影。
成功了后，就随用行行出去厂区。今年4月份，伫咧新德县的一间科技厂商，指控拿手去互姓陈的前员工偷摕公司的秘密资料。若是这寡秘密的文件漏泄出去，初步估计会损失要新台票正10亿。AIoT， 所以它的市场的规模会更大。那我们初估少说都是至少是10亿元起跳的这种经济损失啦。但是你说至于确切多少？我们目前这个是初估，有可能是比这个金额更大。律师表示，这个姓陈的前员工偷摕公司的智慧财产权，造成公司真大的损失。但是照目前法律的规定，公司的损失甲罚金可能无符合比例原则。因为它窃取的机密，可能是国家重要产业的相关的一些研发技术的重要机密但是它的刑度保障其实跟一般的刑法。比方说侵占或诈欺是差不多的。根据了解，去互偷摕资料的这间公司是世界前10大的半导体产业感测还有监控系统的厂商。警方表示，因为侦查无公开的原则，本案目前已经交予新德县调查站来进行侦查。案件侦办完成了后，再个来送新德地检署。记者报道。来讲，去年12月。台南玉井发生一桩案件，就是一个姓陈的某人骑铁马插伫咧路边，两个巡逻的警察过去要甲关心，煞互伊连续开5枪，迄是加载讲警察都有穿防弹的甲，才会大事发生。今日透早，警方探到消息，包围伫咧嘉义大埔的山内要甲掠，结果这个陈某人又搁开枪反击，煞现场去互警方枪杀去。警方由红色线禁止人甲车入去，该大埔山区透早爆发枪战，要掠攻击警察嫌犯，附近民众拢惊一条。围伫遐了啊！我落去市街出来，就围伫遐，警察规个就帮车，砰一声做大声，过来5-6声连连安尼就好，在就点啊咧。我跟外头来，互阮家囝来食，我爱问人，我讲哈，有迄个代志，我才来看呢啦。透早4点半，警方发现有枪击案侦科姓陈嫌犯开车离开大埔山区，随要去掠。毋过嫌犯是开车倒退路弄警察，佮向警方开枪拍着警车玻璃，造成一个警察头壳刺伤，送去病院。警方嘛开枪将嫌犯拍死。之后，他的左额头的侧面，左侧面的头皮那边有个擦伤。那人意识清楚，生命真相正常。那经过我们的检查过后。脑部的骨头是没有受伤的情形，那意识也清楚的情况下，就让他回去了。向拍死的嫌犯105年伫婚姻在内国菜市场，因为摆摊的冤家就开枪，随后人就逃走。去年12月，伫台南玉井骑脚踏车的时阵，拄着去关心警察，向警察开枪。好在在迄当时，警察是防弹衫，刚有淡薄受伤。安尼嫌犯搁一摆逃走，暂时就甲警方发生枪战，向拍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婚林德顺这站大寸，不过价钱嘛真歹。麻德仔笋产地挂壳咧收1公斤是7块半，这个价钱做事人差不多拢倒塌。唔只农委会农粮署出面要求加工厂1公斤就要收到8块半，政府则另外补助加工厂1公斤1.5块银。云林高溪农民透早来万德笋准备送去市场卖，不过这几档雪因为做事的成本太悬，加请工的工钱变贵，出现真侪做事人拢是倒贴咧种。农民讲，就算即马种植产期，价钱嘛因为大出来败价。俗的啦，7块尔都挂无钱，挂一车这样这偌济钱尔，无讲我请人用都无够，互人来个。在地孙龙表示，达当6个对到10个是麻德仔笋的产期，目前挂壳的麻德仔笋1公斤的价钱是7块半。即马为了因应麻德仔笋大出，农粮署启动麻德仔笋加工补助措施，要补助加工厂包含运送甲加工处理费1公斤1块半。补助那个工厂那边，好，那收购的价格是8.5块，然后我们会补助工厂那边1.5元的部分，原本是定说3000吨那个量，那当然现场的农民也反映说3000吨可能不够，我们就提高，就是往那个量就不限。
云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云林县种植笋的面积有4000多公顷，总产量超过6万公吨，面积甲产量拢是全国第一。今麦麻竹仔笋大出，个品质好，希望消费者通加买寡，增加农民的收入。农粮署所提出的麻竹仔笋加工补助措施，收购期限自今仔日到9月30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这种饲蚵仔场的乡亲，普遍得拢是用玻璃笼，还是竹边啊，落去摊蚵仔价。是讲安尼吼，都会影响海洋的环境哩。毋只台南市政府去年有鼓舞饲蚵仔乡亲换用一款掠 PP 的塑胶做原料来生产的乌帮啊，当作铺库。虽然甲白玻璃笼比较起来，较袂遐高破，较袂遐高落油粒啊，毋过吼效果还是真有限。现时有要求生产的厂商继续改善。海风微微啊吹来，是互人心凉鼻透开。不过这海波看过去，却拢是一地又搁一地玻璃笼，这大部分拢是饲蚵仔业者留落来。客家保利龙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台南很严重的问题。大概每年从4月份开始，我们的海边大概就会像我背后这个样子，堆满了很多的保利龙。台南市逐年使用15到20万地的玻璃笼，虽然市府一直有咧试新的蚵仔病材质，不过是这种乌色聚丙烯发泡的铺具，较无容易吹气。不过落落来幼幼啊，也是会释放化学物质，也会吸收海水内底的有机污染物。啊，但那蚵仔从这幼幼啊食落了后，人搁食落腹肚，就会影响健康。问题不在于说好，你一直在做实验，那样。目前你上网查得到的有非常多的替代浮具，光硬式浮筒就一大堆，我们台湾厂商也有一大堆。那我们强烈呼吁就是不要再使用发泡塑胶，而使用硬式浮筒，然后定出改善时间表，然后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台南市堑海蚵仔养殖自治条例已经有更改，按今年10月份开始，蚵仔笼使用玻璃笼一定要将伊包起来，若无一平会去罚1万块。若是使用替代的铺具，中央甲地方会补助2/3的经费。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单车饼来讲，现时当伫意大利举办拿破里世界大学运动会，台湾队又搁传出上界好的成绩。台军队对拍摕到一块银牌，一块铜牌。射击队搁较厉害，男女混合双打10公尺这组的空气手枪的选手拍倒南韩，摕到金牌。拿破里世大运男女混双10公尺空气手枪金牌战，面对资格赛排第1的南韩，中华队吴爱文甲郭冠廷无得惊。因为混双决赛是采取抢分制，两队每一个人拢射一发，总分数较悬的摕到2分，双方来来去去，发展到8比8同分。一个最后一摆射击射了新水开，郭冠廷摕到10.8分的高分，以16比10打败南韩，摕到射击队第3金，嘛是这届世大运中华队第5块金牌。好消息传到的台湾，选手吴爱文妈妈真感动。这个是算是静态。所以他也很独立，也很肯学习。然后教练，所讲的他都有吸收，然后有配合学校，配合教练。对。那我也在旁边一直在鼓励他。全国运动会啦，100年、101年，他的连霸好像3连霸了。电出早件奖牌，妈妈讲吴爱文为国一开始练射击，一路并无顺遂。参加过两届奥运，这是第1摆参加世大运，嘛是最后一摆。因为下一届都超过年岁咯，会当摕到混双金牌，妈妈骄傲又搁欢喜。这届世大运射击队大丰收，拢摕到3金2银1铜，创队史的新纪录。那伫跆拳道项目，中华队搁摕到2面奖牌，女子57公斤级担有争进入金牌战。过所南韩选手以2比12输去，摕到银牌。伫男子80公斤级，刘伟霆则是伫4强赛以5比12输予埃及选手，无缘进入金牌战，摕到1面铜牌。到目前为止，跆拳道队已经摕到5银1铜的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报马啊，咱连续来讲几条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当年有编15亿的经费，予各县市的各中各校执行补救的教学。若讲学业留啊对人较袂对的吼，教育部拢有专门找人要来甲咱教的。12年的国民教育实施了后，这专业人员来到学校，来到班上。107年度参加这个计划36万人次的各中各校的学生，统计起来6成到7成，学业拢有明显的进步。
并且老师为天度较无好的学生囡仔伫休热的时阵补强功课。学期期间利用第8节也是拜六补救教学，各县市各中小学早就伫咧执行补救教学。国教署嘛对103年开始委托师大培训专业人员入班辅导，或者是去学校咨询。去年结果发现，国中补救教学有真大的挑战。他虽然有诊断出来，可是很多家长就送孩子去课后去补习，而不是在学校里面。国中有升学压力，老师阁有课爱上，补救教学要开班状况不哩啊侪。国教署就伫咧学习辅助方案当中，开放上课的时间会当出来，另外学校会当家己定7日哦。譬如讲，彰化的中德国中就和中师大合作，由大学生来实施补救教学。以补学校师资不足的这一块，而且你知道师大的学生，他们年纪跟中学生的年纪会比较接近，他们更能够了解学生不会的地方，各方面资源的一个投入了。因为我们也都会有改变我们原本的上课的方式，可以课中抽离等等，或者是让他有就是一个分组来进行补救教学。国教署指出，107年全国国中小学有36万人次的学生参与计划，结果显示6成到7成伫咧国中英文和数学这3大主科明显有进步。真晓兰教授就指出，看所在看学校提出方法，会当互补救教学更加有成效。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彰化的梨林丰苑大城，这拢是讲号做沿海乡镇。彰化县政府即马专工来到梨林县岛国中成立县内第3间职业探查甲体验的中心，目的就是要互这学生囡仔量早体会讲，这个头路我未来做着敢会合，其中佫有全国头一所土木建筑这种职业体会课程，互学生囡仔先懵先理解讲家己到底兴趣伫倒位。国小学生坐伫教室内专心上课，上的拢是和建筑制度有关的课程。这是彰化县原岛国中小，讲希望伫校内来设职业试探甲体验中心，希望记者教育也通亲入到彰化县的西南角，对国中开始拖到国小去。那因为我们这边偏乡地区哈，很多家长忙于农务，那也对于就是说生活经验比较少，没办法帮孩子做生涯的规划。那我们经由这个职探呢，让孩子呢对于未来自己有想法、有认识，那他在将来在选择职业上面，他会有找到更适合他的一个生涯规划。县府也表示，虽然职业中心真侪所在拢已经有，不过原岛国中小内有全国大型式的土木建筑体验课程，唔有室内课程也有真侪室外实作。除了理论以外，学生也通亲身体验，假期总会开20节左右相关的课程。有一些概念之后，我们可以用这些观念来设计一些房子，或是设计你想要以未来的家，或是各种类型。就如果在这里学这些，以后去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兴趣就可以去做。原岛国中小的校长表示，彰化县西南角包括梨林、丰苑、竹塘、大城、才庄头，也有真侪学校，有资源拢对袂到市区。现主时体验中心成立了后，相信通有在地学生提早思考家己的兴趣，对未来会更较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踮社会咧行达，一人就是爱一部厝。这学生囡仔先懵先学先体会，嘛有真侪这高中生吼，为着要招生，原来用心计较，咧找讲什么款的科目学生会较爱来读。现此时渐渐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人才真缺欠。来看屏东花州工业家事职业学校，去年就开始设照顾服务科。唔那讲有长期照护的课程，嘛鼓励学生爱去考餐饮、爱去考美容的证书，未来出社会就较人较有坐骑，较好找头路。掠铃、做面、泡茶，每一个服务人员看起来拢真专业。无讲你可能也准这是虾米做 SPA 的所在，不过这其实是屏东县花州工业家事职业学校照顾服务科学生所需要学习的专业技能。好，很好，这样的话就换我。刚好我家里面又有一位可爱的阿嬷，她的右腿是有一点小儿麻痹症，而她还是能自由的活动。而如果我把这行专业给学习起来，不仅能教她玩桌游，
能教他一些有关经络按摩的知识，这样能够造福他，也能造福我，并且之后出社会也能找到一些比较稳定的薪水。花州公家去年设立照顾服务科，就是象征屏东在地的产业需求。这个长照2.0的这个政策的推动。以及我们屏东县政府呢，对于各种这个服务据点以及社区整体照顾的部件的这个模式已经比较趋向于针对这个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人。因应高龄社会趋势，研发作的生活服务也有医疗照顾需求，只会愈来愈多。希望有更较侪少年人投入照顾甲服务的行业，伫咧学校甲实习的期间，加强专业技能，增加未来伫咧职场的选择，也有多元发展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这阵啊，做事人上界烦恼的代志。顶日啊，主管机关要求大家若有看到秋兴滚塘的影子，咱就要赶紧通报。到今仔日啊，已经有199站的通报证实讲有虫仔囝。佮另外，各地头尾拢总有掠到长青了后的大只虫236只，其中有4成是出现伫咧毋捌人来通报有虫仔囝的田呢。可见讲，秋兴滚塘已经真适应台湾的环境，有在条世界生态了。国内是安怎会出现秋兴滚塘？农委会推测，可能是对气流入来咱台湾。若是这批虫即摆已经完成世代发育，到初九为止，本岛总共查到236只生虫，且有6成是出现伫原本就有通报有幼虫的田呢。毋过，煞有4成是进前无通报讲有疫情的产区，代表讲这个秋兴滚塘已经世界的生态有主动扩散的可能。可以在台湾完成这个世代啦，完成这个生活史哈。那而且它具有移动性，好，会从这个发生的田区移到我们监测的这个点。目前荒地的部分，搁伫强制除药的第2阶段，受到危害的作物上主要嘛是番马。毋过台湾对秋兴滚塘的人物是真有限，所以农委会邀请专家学者针对伊的叶会不能生态的所在，搁有荒地药效等等的方面来进行研究，要研究出上有效的整合荒地技术，来进入第3阶段，让农民自主管理。在初期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用药建议，那大家都要用差不多的东西，以免今天有人乱用，然后导致只要一个地区的虫有抗药性，然后失效的时候，那就是全面沦陷啦。颜庆宏表示，通报的案例减真多，那是因为无通报奖金了后才造成的。政府可能要主动加强落去查，才会当掌握秋兴滚塘族群即摆的状况。防检局嘛表示，会继续来监测，而且强调讲，目前共款阁是紧急防治的阶段，呼吁农民要继续宣传，主动通报，及时防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大代志来讲，顶日有一寡评论政治的名嘴，连蔡英文总统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的迄个博士都咧谣言，讲伊交的学位论文，那像话无人捌看。今日蔡英文总统伫 Facebook 发布一篇访问科技公司的录影，伊也用这间公司的 APP 申请一个考照，佮用这个考照将家己迄张伦敦的毕业证书打出来，嘛强调讲，这张证书有更硬、8面正的。看大家非常欢迎，他们是有在上班吗？对。总统蔡英文参访新创公司迪卡，唔但办公室现代风格，平均年纪27岁团队这款的总统，我拢摕手机啊，无用要翕相。蔡总统关心少年人创业，更加想要知影政府当帮少年人做寡啥物。除了听少年人的建议，蔡英文申请迪卡的账号，嘛直接提出伦敦政经学院的毕业证书，破除进前捌红这期博士论文假造的传言。太熟练，最近很红的政治。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那我们也请记者帮我们进去。可以看到有刚毅，看得到。蔡英文伫咧账号的介绍顶悬，写伊的专长是国际经贸谈判，不过嘛特别强调，伊即卖的专长是做总统，被变连任的意味正重。我做政治人物之前的专长，现在的专长是做总统。专长做总统，记录我的专长是做总统。会带毕业证书去，就是因为为了要符合他们网站申请的规定。之前说有一些这种空穴来风的质疑，我想他们是不攻自破的嘛。
另外，伦敦正经夏天3月时阵，摆设一座第9期公共艺术品，甲台湾和中国为做无共识地，摆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不过校方最近有做小可调整，对台湾的边仔加签号，不过无变动。台湾的国名表示含识地，颠倒是用一个告示牌，强调欢迎无共款观点的人互相尊重讨论。外交部对此表达欢迎和肯定，也感谢英国各界的关心和支持。记者小王德新台北报道。再来看另外一个明年总统大选热门的人选，台北市长郭文铁。虽然伊还未呛面讲要坐这张轿咧，不过这当阵煞有风声讲，亲民党有意要争取伊来压因这个看板。党主席宋楚瑜才配合做伊的副手。讲安尼吼，郭文铁就唔免袂用去连输迄几落十万的人。另外嘛是会当助战着亲民党即寡立委的选情。台北市长郭文铁到今还未开嘴讲，敢是要参选2020，所传出讲亲民党有意思要争取郭文铁来合作拼总统大位。第一，会当解决郭文铁参选的人数问题；第二，会当帮助亲民党立委的选情。从来没有跟我接触谈过这个。那你愿意吗？啊？那你愿意吗？哇！要突然问人家来想一下。再想想看吧，这实在是有不要每天逼我想到我不是很想的东西啊。柯颂我知道很好吃啊，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柯颂配。两个人的理想是不是都可以一致为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去守护？郭文铁强调，讲上后尾一届拄到宋楚瑜超时3个月进前，迄当阵两个人拢无讲到2020大选的代志。亲民党团是讲无主动来接受关电影，毋过去互问到局备合作的可能性。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张淑文话无大真的，讲可能有机会，因为郭文铁目前是一个好的家母人选。要参选台北市长的吴国阳要宣布组织白色联盟来参加立委选举，佮要推出关老炮条款，要求政治人物袂当带籍参选。看起来就是要针对郭文铁，也佮有高雄市长韩国瑜。这个常常说天塌下来我都不是最高的。若是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最近率领会到6会国家市的政绩，郭文铁讲完全国家市是无啥可能，毋过强调降低少年爸母的负担，是台北市政府这几年拍拼的方向，预计后礼拜会公布相关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即马是写甲头青目睭。参选人郭台铭今仔日拳头舞对党中央去，讲唔采纳伊建议的手机的民调，但即马调查出来的结果，那像拢互民进党伫咧操作讲，你若接到电话就要支持某人哦，要求党中央赶紧就要改革。另外，参选人朱立伦讲，大家都要团结啊。后礼拜无论是韩国瑜还是郭台铭赢。恁拢真歹去吸收到对方的支持者。朱立伦咧烦恼讲，初选过，今日国民党无定会分裂。国民党醒醒吧！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醒醒吧！你们的命运还剩多久？规北都会，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炮口上准家己的党内，真生气批评民调失真，因为无采用手机民调，家己的支持者根本都真歹配合，是去中到民进党的拥套杀，都惊伊会出线，爱国民党中常被赶紧想会当选赢的方法，那无就是历史罪人。你们就是等着被民进党帮你们奸杀的完全没有了。那么我们怎么归队孙中山缔造了100多年的国民党的历史？今天中央委员，你们如果要把国民党搞垮，你们就是历史的罪人。郭台铭呼吁党中央爱改革，家己才是上适合做中华民国总统的人选，嘛将行程摆甲甜甜甜。对最近回流新闻网发布的仿初选民调，高雄市长韩国瑜犹原领先，嘛大赢郭台铭。韩国瑜颠倒是无加讲啥。该说的、该表述的，把它清清楚楚、竹筒倒豆子，通通把它倒出去，告诉人民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忧心什么。那剩下由人民来决定。所以正确的民调数字，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办法完全掌握。韩国瑜轻惊市政，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是小连续3天开记者会，讲家己的政见增加见更多，嘛呼吁爱团结，认为家己是上大的公约数，会当快速整合。即马党内对立严重，若是由郭韩2个人出线，国民党恐惊会失去支持度。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非韩不投，非郭不投，这样的一个数字，通常调查出来是4到10%。这4到10%很可能就是影响我们2020大选的一个关键。
朱立伦强调讲，家己无升级南北和正东之分，嘛是5个人当中负评上介低。最近会去抢郭台铭、韩国瑜，拢是针对政见有无共款的意见。朱立伦初十暗时，阁要函证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直播，最后关头争取合作支持的意思真明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看嘉义溪口遮有一个画家陈明山先生，伊是专门咧画歌仔戏、画布袋戏的布景，已经30-40档了。为着要互家己画出来的布景佫较有特色咧，伊特别运用夜光的漆。另外伊本来拢画这大坪，即马将舞台缩小，会当去学校乡土课程教这学生囡仔，望讲即项传统的技艺，下地拢会当甲传落去。摕刀具的刀剑伫咧舞台顶搬戏，陈明山师傅运用荧光的颜料，搁再搭配特别制作的蓝色光源，就互道具伫咧光源不足的情形之下，颠倒变甲搁较严。因为这荧光的物件画起哦，伊也开始伫远咧做，你感觉哦，它很显眼哦，荧光颜料就是越美丽啊。平常呢，它的颜色就是比别人家鲜艳，所以你就会去注意它。主本是电影看榜的画图师，随着传统电影院的热度，陈明山转投入画布袋戏和歌仔戏的背景。随着年纪愈来愈大，伊嘛开始进行教学的工作，希望会当传承伊这项技艺。这文化也无好啊保存起来，你以后看到拢是共款的物件，哦，啊，等到迄种迄个。伊的精神主体都拢碰见你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讲吼，咱来好好去来做一个培养啊，上好会使成为一种迄个小朋友，是一寡乡土教育，先来做着手，成为下一代开始安尼啊。陈明山表示，布袋戏的道具真趣味，嘛容易互学生来制作体验。未来会注重教学的内容，互学生会当先介意这门艺术，互这项乡土教育会当变成家己县一个发展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解文说字，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头拄啊，咱看到讲陈明山老师伫咧画歌仔戏、布袋戏的布景，你若斟酌看，咱徛喺布袋戏的戏台边，伊迄两边吼，拢有写连队呢。包含讲做歌仔戏的嘛是，啊，迄连队拢真艺术哦。你像讲做歌仔戏的，人捌讲吼，100万军兵6-7人。千里路途3-5步，你捌听迄个无？因为戏台都遮宽尔，啊，若布袋戏有一首诗吼，这人真普遍来讲，这对诗就是讲一口道尽千秋书，10指龙成100万兵。安怎样解说？因为布袋戏的主演自古以来传统，拢是一个人咧讲口碑。你无论讲小生还是小段，甚至讲老生，挂印黄金是汉相。关公即个武生，拢共一个人咧激声，所以一口道尽千秋书。啊，后壁即句则讲10载人成100万兵，10支镜头啊尔，100万的军马嘛拢我一双手弄出来哩。啊，这是过去的布袋戏啦。国情啊所在，五洲派因即马新的布袋戏病吼，因为金光布袋戏会出足侪道具呢，甚至讲会喷火呢，所以因为一队新的连队。这对连队讲天下独创新奇妙，这顶句。下句讲做民间普遍古精华，这安怎样解说？就是讲吼，若要看金光戏，阮这边出的道具上稀罕，阮是天下独创新奇够妙，这别边无得看。啊，你伫民间所看这布袋戏，虽然讲有创新，毋过新例有实，旧例无灭。阮即款布袋戏嘛是民间真普遍、古早的精华。讲到遮，国情啊，又搁要来甲你小参考一下。一项头路拢有一对诗呢，搁来即对诗吼，咧描写什么款的头路？你安尼先头壳替我叮当一下，好无？讲有一款头路吼，落难的人不便流落江湖，可能爱行上即条路。啊，毋过人因嘛一对诗咧勉励家己，讲安怎样？你认真甲想哦，即对是讲2个古早人哦，即2个古早人当困难、当落难的时阵，捌行上倒一条路，捌做过什么款的头路？典故讲叫做两国为王赵平贵，咱嘛知影赵平贵当困难的时阵，谈江湖伫咧流落的时阵，捌艰苦到什么款的程度啊？啊，就是
到尾啊有才调做两国王，才倒转来看伊苦守汉尧18年的王宝钏呢。另外下句，这国政小甲你解说一下。下句讲叫做天下国母李宸妃。李宸妃是啥？李宸妃就是李麻换太子，迄个生出太子可怜去互陷害甲换过去，竟然敢生李麻皇帝，掠讲甲赶出宫外。李宸妃当困难的时阵，谈宫外咧做啥物款的生活？来，两国为王赵平贵，天下国母李宸妃，我那互你惨一款的头路，互你安尼头壳小震动一下，安尼咱赶紧过来讲刷落去的新闻。讲当年3月到5月吼，乃至啦、灵隐啦，拢新场煞开花，这也是芳伫咧采蜜上介好的机会。啊，毋过今年因为气候影响，开花是比较逐永年只有1成至2成，真侪芳采无蜜。意思甲讲，咱国产的芳蜜大减8成啦。连续讲举办15年，这个全国灵隐蜜的评鉴嘛头一摆都无蜜男，只好停办。受到冬天烧热、春季雨水伤少的影响，今年3到5月，灵境甲乃至花敢若开无往年的2成。毋那互蜜芳无花蜜通可采集，嘛致使国产芳蜜产量大减8成以上。今年的话就剩下4、5桶蜂蜜，大约就去年的1/10。芳农表示，除了3个月采蜜期以外，还佫有9个月需要用糖水来饲芳。爱真大量的饲料甲人力设备才会成本，但是今年产量大减，嘛互因怨叹讲根本赚无钱，所以农委会嘛有特别补助芳农。那农委会农粮署这边，它就是为了要顾及整个养蜂产业，然后不光是养蜂的蜂产品产值，那还有其他的对果树有授粉的状况，那所以它有补助我们。蜂农这边砂糖喂养的饲料。台湾饲芳协会表示，过去国产芳蜜产量一年差不多有11000吨，但是今年气候无正常，产量大减，敢若剩1000到2000吨，所以连续举办15年的全国灵境蜜评鉴，嘛因为安尼头一摆停办。产量真的很惨，那所以各地蜂农都采不到蜂蜜，那全国的停办。那还有包括5个县市，它有办蜂蜜评鉴的也停办了。虽然讲今年市面伫卖的国产芳蜜，大多数是旧年的库存，不过芳农嘛表示，芳蜜的保存期限有2年到3年，品质未受到影响。目前的价销嘛，甲往年拢差不多，民众会当放心来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冬毋但芳蜜减呢，乃至吼原来真失收。全台湾的产量降甲剩1成，不过咱中华分园有一个种乃子的农民，伫伊的果子园饲土鸡啊，竟然安尼就有才调互乃子伊饲6成，即个结籽的比例，伊是安怎样有才调做甲到？咱做回来看卖咧。受到暖冬也有乃至草青菇的影响，全台湾乃至产量减少。中部主要的乃至产地中华分园乡，平均的产量嘛，敢若剩1成。因为这个草菇啊，伊寿命较长，按照这个乃至灵境的生长期，甲配合这个草菇啊糖的生活史，安尼防治的效果会较好。分园乡有一个乃至园，看起来无受到太大的影响，每一丛乌叶的乃至拢生了真高。农民讲，今年乃至开花率有8成，受到乃至草青菇的影响，结果率降到6成，也毋过整体产量也算稳定。我伫个。迄落我的园地吼，拢饲土鸡啊，吼，伊可能是伊的鸡屎吼的培分有够。啊，荔枝春香是毋是阁因为我饲鸡啊，伊有生物本能，唔敢来遮产卵，所以我荔枝春香的危害真的是少之又少。也毋过土鸡仔敢真正有法度去乃至草青菇仔，专家认为讲这可能毋是孤一个原因，但都是因为各方面的管理照顾，才会当度过暖冬和乃至草青菇仔的影响。
没有一个直接的根据可以去支持说，就是养土鸡可以去防治荔枝春象啦。他在养这个土鸡的时候，也许他有造成他自己田区一些微生态的气候或生态质的状况有一些差异，导致说它的那个果树收成比较好。余义之才知讲，今年虽然产量少，也毋过为着每年的收成，农友也是需要做好乃至超市谷的防治，也有果子园的关。51岁了，伊接受公视台语台访问，讲今年摕到台语歌王真请赢，不过伊进入。我要谢谢我的妈妈在天之灵，我知道她今天在现场，因为有她，我才有勇气继续倒下去又爬起来。谢谢大家，谢谢。我讲啊，我的朋友，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进入音乐界27年，罗马阿迪想起当初时用台语创作，是互家己的母语感动到。我听到的时阵，我感觉怎啊心中去有啥弄到迄款感觉，就种这应该是我的母语，我要来写这款音乐。结果写了以后，我感觉我咧写的是我的文化，是我的人生。找到家己对音乐的定位，罗马阿迪下功夫，认真扩充台语思维。一般咱咧讲的话，其实词汇真少，但是我努力去找足多台语的词汇，来互台语更加文雅。透过创作，互累积伫心中的情绪有机会透放。罗马阿迪也鼓励即阵当伫咧为梦想奋斗的人。你爱甲遐艰苦辛苦的代志当作是一款考验。你若这个考验你有法度跨过，你就赢。得到金曲歌王的后一步，伊阁有其他的梦想要继续完成，亲像写小说、主持广播节目等等，要继续充实家己，搁来向前行。记者洪敏珍、陈冠达台北报道。就那像罗马阿迪咧讲的，有兴趣、下心愿，食苦就会当做食补。伫台湾哦，咱有一群真爱跳街头舞蹈的少年家，因有组一团或者T4队，因也将台湾百家将的文化编入去因的街头舞蹈，去逐世界各所在咧跳的时阵，人就会当看到台湾。永安公司台语台10点，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做伙要招你来看这群少年人安怎样追求家己的梦想。T4队的团长阿庆自细汉就爱跳舞，17岁的时阵，为着要正做舞蹈老师，一个人到台北打拼，佮为着要互舞艺更加提升，去到美国进修。阿庆发现到外国会当将在地文化变做舞蹈，安尼台湾是安怎袂使，所以开始思考是毋是会当变出属于台湾的舞步。基本上就是，阮就是希望讲吼，会使创造咱台湾的舞步。什么是上代表咱台湾的气味？对，迄阵啊想着讲，加上咱有这个公司的话，咱不如咱真正去看卖。敬神的舞蹈，台湾有家将有奖手。团长阿庆为着要将家将的脚步手路变做现代舞蹈，带着团员到真现场学家将的传统步。虽然真现场堂主创上员训练严格，T4队依然是每一年拢会回来请教。因为阮想讲家将是一个台湾就特别的一个特色啊，而且就有生命力啦，而且它会使变出足多无同款的舞步安尼，所以铁丝地就是一个就是将台湾文化去希望互全世界看到的一个团体安尼。T4队以传承推广台湾文化为使命，用台湾的语言音乐、台湾的文化典礼来编舞。但是，毋但是希望会当互世界看见台湾，也希望透过家将歌舞，互生活伫台湾这块土地的咱，会当发现到咱文化的美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一间替人用网络叫计程车的公司 Uber， 这几年也是真蒲头。昨竟然宣布讲，因伫咧美国纽约这搭车，毋但会当替人叫车，甚至连直升机也有在调叫。按纽约曼哈顿这颗梨啊，飞去到30公里外 Kennedy 国际机场，头尾才8分钟啦尔。
黑色的直升机豆豆啊降落来，面顶有印真大的 Uber logo。你无看唔到美国网络叫车平台 Uber 推出直升机的服务。车高正是伫美国纽约市的营运，目前敢若一条路线。伫纽约 Manhattan 路下飞去 Kennedy 机场，敢若需要8分钟。What does that cost? In an Uber copter? Yes. About $200. Which is actually we're bringing in demand from thousands of users who are going to JFK, and we're matching 3 or 4 users, and we're putting them in the same vehicle. 平常时爱用超1点钟的路，即马敢若需要8分钟。啊，毋过爱开200块美金，超市新台票6200块。虽然讲会使省真侪时间，只不过听起来嘛是真贵，而且这个服务目前敢若开放予 Uber 选择白金、长期的会员来使用。每一个人敢若会当载一件无超过18公斤的手挂行李。有分析家认为 ，Uber 设这个服务是为着要甲工业来竞争。美国一间航空公司今年3月份先伫东华甲西华设这个服务，计小阁比 Uber 较俗淡薄。啊，毋过纽约顶个月则发生直升机落入大楼楼尾以外，有团体当地抗议，涉及飞行的安全甲噪音的问题，要求直升机禁止伫纽约市内飞。Uber 直升机服务敢会当顺利营运，阁爱观察看卖。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欧洲、美国经营回收粪扫的业者，英国拢会甲粪扫载去中国。自从中国顶年啊宣布讲无要阁收塑胶的粪扫了后，这业者只好甲粪扫转去环保的法律较无遐尼严的东南亚国家。无意外所造成因遐的所在真严重的环境的问题。咱来看印尼初九就宣布讲，要将对澳洲载去到因遐200多吨的粪扫退倒转去。将货柜拍开，一堆废纸内底，海关人员发现内底有藏上过流珠啊、塑胶管啊、阿鲁米管啊，加粪扫。Berapa tuh? 3 perusahaan ya, kalau nggak salah itu ya, 3 perusahaan. Tentunya yang respon itu kan tergantung perusahaan yang bersangkutan, kapan dia mengajukan permohonan responnya. 印尼政府今日8宣布，将49个有装袂当回收粪扫货柜退到予法国、德国这国家。这礼拜又发现，为澳洲来的超过210吨的白粪扫货柜，对用写废纸的粪扫内底藏有毒过期物。印尼政府初九发出声明，要求90天内将这粪扫货柜载登去澳洲。这位欧美国家来有毒废弃物会载去印尼，造成为中国去年宣布要去接受全球的粪扫甲回收资源，该当送去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毋过送到位了后，才发现讲，其中有掺袂当回收甚至有毒的废弃物，甲双方讲好的进出口条件无同，毋若违反，嘛引发兵犯，反而造成当地严重的环境污染。啊，若为5月开始，这国家已经渐渐退回这粪扫货柜。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有一对亚洲血统的翁仔某，今年因运用体外受精的技术，互囡仔体成为形，才搁放转去老母的子宫，就是咱定咧讲的试管的婴仔。自安的生出一对双生仔，毋过囡仔抱出来，一个看就知影讲，迄都毋是亚洲人的形体。验血了后，搁发现讲，这2个双生仔无共父母。这对翁仔某自安呢，甲替因手术的病院各队反映去。这对住伫纽约州的阿的翁仔某，2012年结婚了后，一直拢无生囝。找洛杉矶一间有名的临港受孕诊所斗3工，替妈妈设立胚胎。伫今年3月30，顺利生双生仔的查甫囡仔。毋过翁仔某所发现讲，囡仔毋是阿的，经过 DNA 鉴定，甲父母并无血缘关系，而且这2个囡仔2个人嘛无血缘关系。翁仔某2个人该当放弃监护权，毋过为着临港受孕，这对翁仔某。10万美金，差不多新台币300万块。反检期间就发现无正常，全部检查讲是2个查甫囡仔，毋过医生正讲过，因无用男性的胚胎。后来医生又甲解讲，全部检查并无正确。这对悲伤的翁仔某，都咧希望用法律方式处理赔偿，嘛毋望类似悲剧卖个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一世界都热翕翕，咱嘛赶紧照你来看明仔载详细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上低26度，上悬34度。
大事讲国政，小事讲生活。观前看台湾，顾后看海外。明仔载，咱下晡新闻搁再倒转来开讲。新闻最后，国政啊，就你来法国来看自行车骑铁马的比赛。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